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7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去年铁路警察红台案件一审判无罪，行政署长陈家钦昨去访问受害者家属，强调一定上诉。昨案本地交保裁定撤销，嘉义地方法院重新裁定，有原是50万交保，但是限制大的所在，并且佫要求被告随去看医生。地检署表示，今日要佫来讨论是不是要来提控告。他在交保之后，必须立即到本院鉴定机构，也就是嘉义荣民医院就诊，评估有无住院治疗必要。针对涉警案发回仲裁，嘉义地方法院强调，就算医生认为无带院的必要，被告也是每礼拜到精神科就诊，并且每3个月到嘉义延命病就诊，也要定时食药啊治疗。行政署长陈家钦11早起亲自到嘉义慰问铁路警察李成汉的同事甲家属。希望判决卖打击基层环境的诉求，也会协助家属上诉。我们这个跟检察官还有跟律师研究，会按照我们法律的一个见解来论述，为我们同仁伸张正义。你讲爱阮来，甲阮讲爱有信心啦，安尼好，好，我们要休息。铁路警察李成汉去年被刺身亡案件，嘉义地方法院一审裁定无罪。并且用50万交保，李贵家部分舆论质疑精神报告无法度证明凶手迄当阵无辨识能力。行政署也拍算建议新增加涉警实警专款，互警察伫咧保护人民时阵有保障。对于判决的争议，总统蔡英文讲支持检方依法上诉，严过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发声明，希望各界以理性加尊重的态度等待司法的最终判决。也强调司法对犯人的任何刑责，对这个环境的安全无任何帮助，应该回归到问题的本质面，思考要安怎提升警察的工作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方面的武汉肺炎疫情，俄国的总理也治病隔离，代志只有暂时交予副总理来处理。另外，英国首相强生好完全了后，也宣布英国已经脱离疫情的高峰。也那上严重的美国纽约有风声讲，因为死亡的人伤济，殡仪馆袂去处理尸体情形。政治人物确诊新冠病毒，佫增加一例。俄罗斯总理米苏斯金透过视讯会议，甲总统普廷讲家己确诊的消息。Уважаемый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олько что стал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тесты, которые я сдал на коронавирус, дал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ребованиями Роспотребнадзора, 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должен соблюдать самоизоляцию, выполнять предписания врачей. 普廷已经同意米苏斯金的建议，伫隔离期间由副总理贝洛索夫代理职务。俄罗斯总计确诊人数超过11.4万人，1169人死亡。欧洲重灾区之一的英国是传来好消息，一度住伫加护病房的首相强生，康复了后头一摆出现记者会，并且宣布英国疫情已经过高峰。I can confirm today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we are past the peak of this disease. 英国总计172000外例确诊，26842人死亡。随着解除封锁的声音咱来拿悬，强生也表示，将伫后礼拜公布放松限制计划拿度。Lamento, quer que faça o quê? Eu sou Messias, mas não faço milagre. 大量确诊病人台湾病院，巴西疫情继续摊烧，总计确诊来到87000外例，6006人死亡。头一摆超过中国官方公布的4637人死亡。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被问到这件代志，却直接回答引起议论。伫全球疫情上惨重的美国纽约，有一间殡仪馆因为尸体伤济，将数十具的遗体放伫无冷冻设备的货车内，只用冰甲砍。发出恶臭，引起居民的注意，报警处理。纽约州政府是正派人员追踪确诊病人，甲逐工地铁消毒作业。另外，海军支援纽约的医疗艦安慰号原本任务是收治不是新冠病毒的病人，随着纽约的医疗空间渐渐充足，安慰号停靠1个月了后，伫4月30驶离纽约。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即卖已经超过33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3万。来看上新的空地。伫咧中国方面的病例有82000外例，台湾暂无增加确诊，目前是总共拢总是429例，
香港有1039例，日本是14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上济，已经超过112万例，巴西超过9万例，欧洲意大利超过20万例，西班牙超过24万，德国超过16万4千例，英国是17万例，伊朗超过9万5千例。再来关心。国内昨无增加确诊，已经是连续6天无增加。疫情中心宣布，自昨开始会使去长照机构看亲人，不过爱先注文。但是中强调，什么时阵防疫会使解禁，即马无时间表，只要大家拢配合，就会使豆豆啊开放。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前面放6个西瓜，就表示我们连续6个0了哈。庆祝国内连续6天零确诊，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放6粒大西瓜坐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是归农送予指挥中心的礼物，因为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维持伫429例，已经有19天无本土病例出现。希望5月连假期间，民众也是爱做好个人防护。我看还是有一些景点哈，人还是蛮多的哈。那我们不反对大家出去走一走。不过没有办法维持安全距离的时候，社交距离的时候，请还是要戴口罩。考虑国内疫情累落来，指挥中心也宣布，自即日起有条件开放长照机构探视。探视前需要先预约签名登录探视者资料，有发烧、呼吸道症状的人袂当进入机构。每一位住民一天限制一组探视的人，人数上最3人，只会当探视一摆。会当落床行动的住民，尽量安排公共空间会面，而且一定爱专程挂喙罨。住民的本身或是家属也都会很关心。那确实这是属于在长期住在里面的人，那如果没有探视，对大家的心理健康也不好。但是中表示，长时间住院的人探病禁令也有讨论开放的空间，其他防疫政策解禁无时间表。若讲大家配合哪好，咱山个案无济，开放就哪紧。另外，户外体育活动解禁，指挥中心表示，职棒联盟当建议一步一步增加入场人数，设单一出入口、观众座位分散等措施。等意见回正了后，会做最后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报纸看什么大代志？一开始是联合报，昨是5月连假头一天，北台湾出日头，东北海岸景点出现不少游客。五王旗风景区也未8点就开始管制停车场，中部的高美湿地这个所在，嘛有真侪游客去佚佗。再来是自由时报，去年伫台东公园找无妈妈的小型变大只，体重超过40公斤，即马当日接受野放进前的训练，希望伊的生存能力会使愈来愈好。过来看中国时报，民调显示有7成的民众认为纾困预算有帮助弱势劳工。但是，若要有效振兴经济，有8成的人希望政府会使发现金，唔是干那发通拍一个酷碰券。再来关心，罢免韩国瑜的案件6月初6要投票啊，但是中选会表示5月11都要公告投票所，不过最近要招的所在却熊熊减300多笪，呼吁高雄市政府莫阁阻碍选务。市政府也不会讲。是为着防疫，才会减少学校甲公家的场地。过去高雄投开票所有5成是向公立学校招的，不过为准备6月初6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宣布工作，中选会最近发现高雄招到的学校教师数量、家长招量拢愈招愈少。民政局请各区公所勿向机关学校以外的民间场所来借用。那教育局又告诉区公所，每一个学校以2个投票所为限。中选会公布高雄总共爱设1813个投开票所，4月22汇报有1513个，4月27煞减少1367个，到4月30只剩1182个，为原本减少330个，变成667个。中选会怀疑市府主动选务，不过教育局强烈反驳。那为什么选委会通通要求我们的国小要开到9个、10个投开票所？我觉得难道在防疫，我们的小孩不需要保护吗？
政府表示，为防疫场地使用了，也爱考虑消毒，希望各类机关也到3天提供场地。高雄市选委会强调，一定会比照投开票数。是请各区公所再寻找其他的备案。另外一个就请中央选委会横向协调，中央在高雄的这个大专院校啊、机关构啊，或者是说国营事业。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也证实，已经向中选会交亲新写罢免答辩书，内容会由中选会伫5月初5公布。民进党地委提案修正选举罢免法，规定民选首长伫任期无满进前参选其他公职选举，登记为候选人的时阵，该读职务详见最近对交付委员会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各地天气是侪云到好天。温度上悬会超过30度，但是要注意空气无啥好。来看有分图会当看到，今日天气袂歹，但是因为透东风，所以正方面的东半部有可能会落阵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北部、东半部地区和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这2天马祖甲金门有可能有局部所在会大雾，看较无。今日的温度上悬会超过30度，要注意防止曝伤。明仔载东南部有地区有小风发生的机会，也着要注意。再来关心，国内无增加确诊病例，真侪民众也趁机会出去佚佗。不过，昨草山的竹湖、大溪老街、甲淡水老街拢捌显示人有较侪的感染式症候。地方政府也透过影像监控人数。另外，宜兰县政府也宣布今年停办国际动员节。5月连假头一天，交通部1968人流警示 APP 列出全台218处景区，下晡淡水老街、阳明山竹湖、通大溪拢是出现感染式症候，人较多。通大溪下晡人较多，志工摕着看板宣导，提醒游客安全社交距离。人潮略多，就是黄灯的警告啊，所以口罩要戴。不过，景点无列入警示监控，中华花坛开馆真多金针花，游客排队要来看花。连假头一天人真多，警方也出动管制，初估至少有2000人上山来看花。南投县大块头椰林区无被列入特点警示区，椰区讲若是当数超过4000人的管制，这摆连假也为椰区提升大绑率。园区这边也配合政府的政策实施人员控管，当人数达到4300人，我们就实施暂停入园。东部也未少人来，东海岸出现真侪民众来到海边行行。大东铁会村也挑工伫200公尺长的人行道标示红线，提醒游客对红线多好隔1公尺的社交距离。景点内底食饭的所在也提醒民众食饭时阵唔能合岛，人超过500人就会进行管制。观光客也能够戴口罩，那我们会尽量让大家保持社交距离。尽管最近疫情较厉，各地政府在5月连假也是真紧张，做好人流管控，今日一个放松会带来防疫的空芳。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商圈、夜市、百货公司做好人流车流的管控。尖峰时间人潮比较多的。那经过大家的讨论也做了调整。那目前这个功能已经更精准。对了，1968 APP 警示无正确引起质疑，交通部长林佳龙讲，指挥中心会统一来修正。台北市、新北市分别针对10外热门景点及时影像监控、人流管控。伫台北市旅游网顶边，因看到西门町中正纪念堂的及时影像。台北市区内人反倒等无啥多，为着防疫，宜兰县也宣布停办2020国际动员节。民俗协会是评估，叫偌贵的民俗总产值恐惊损失大约3亿。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唔知你收到税单未？昨是5月初日是报税头一天，因为疫情，报税有延长1个月到6月底。另外，若是受到疫情影响，缴税有困难，嘛会使延期1年，或者是分期来纳，上长会当分36期。另外，去现场报税也爱照规矩来，磅体温嘛爱保持社交距离。5月报税头一天，财政部长一早就到国税局了解状况，防疫措施一定要有，入去内底爱实名制，为避免群组增加感染风险，财政部长带头呼吁，加利用网络报税。希望就纳税人如果能够在网络报税的话，在家网络报税的话，那么尽量在网络报税。
财政部请民众减少出门，毋过也是真侪人到现场办理。为防疫除了大行动线、新北柜台刷到外口，也拢做透明隔板。今年纾困措施也开始，只是疫情影响，交税困难的人拢用申请提出减班休困证明，或者是公司收支证明有交税困难，就用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纳税。一定会有，大家都会有吧？对，各行各业都会有。就觉得压力没那么大这样子。对，时间比较长。一般民众较出符合要件提出证明，应延期到1年，分期上长36期，以1个月1期来算，期间延3年。较出因为防疫无法度申报，除了将期间延长到6月30，治疗结束了后的20天内拢应申报。另外，今年有4大新制，互民众减轻负担。如果民众家里有一些是失能需要照顾的一些老人家啦，或是一些残障者，那你可以申报12万的特别扣除。4大新制有基本生活费额度为每人17万元，提升到17万5，并无条款施行。另外，被车用亲属限制放松，只要有符合卫福部公告的身心适龄者，当照特别扣除额，每人每年应扣除12万。疫情冲击民众生活，政府减轻民众负担，要让民众真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台本地要甲国学大师戴正龙在生的时阵所住的宿舍拆掉，不过引起文化界抗议。台尾也决定要保留落来。台校长关忠斌表示，未来会整修这间宿舍，改款做文化会馆。这栋伫个温州街25号的日本式宿舍，外观是破破烂烂，看起来是真久无人住咯。不过建筑物的日本式茶堂啊，甲得边的图壁，拢能反映建筑物的年份甲特殊风貌。这是国学大师、台大中文系前主任戴正龙老年生活最后所住的所在。台大在今年1月对外招标委托拆除，当时引发文主团体抗议。5月7日下晡，台大学生会也出面强调，这所在保存价值，更加点出台大长期对文书建筑无优先的黑历史。其实台大过去一直以来都有文化资产有关的争议存在，校方的态度可能是说，就是任其它毁坏之后，那它可能就更有正当名义去进行改建或者是拆除。不过在4月30日，台大发布声明稿，决定袂拆除建筑物。27日，台北市文化局下晡进行文书审议，台大校长关忠斌亲身出席，坦白讲，好好过往比较被动，即阵决定保存，并且打算把这个建筑物整修成做戴正龙文化会馆，来改变社会对台大误解。过去可能因为台大的做法上相对被动，所以让人家误以为台大都是以开发、以拆除为目标。其实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台大主要的识别标志的国立台湾大学字，也就是集台老师的字而成。所以我们觉得以更好的方式去纪念他，而不只是把一个房子孤零零的竖在那里。文主审议委员认定宿舍有文书价值，17位委员全数投同意票，要甲戴正龙所住过这间厝登录为纪念建筑。台大表示，未来会伫宿舍放着戴正龙的文学甲书法作品，并且结合温州街社区地景甲人文。学生认为这只是开始，希望学校将来会使扩大对文书的维护。记者综合报道。高中教育会考伫5月中要举办啊！台北市教育局进行模拟演练，安怎样磅体温？考生若是发烧，安怎样来处理？另外，高雄市的辅导团也去学校内底协助准备疫情期间的网络线顶教学。学生入去考场进前先量体温，一定20分钟量400人，但演练落来10分钟就已经完成。高中教育会考16号要开始，台北市政府先伫台东高中进行防疫演练。将餐盒及隔板发放到各市场给学生。用餐时间也个分隔板，用完嘛请家长摕酒精消毒。若是有人发烧，嘛有准备另外的考场。完成2点钟的演练，差不多1点钟就结束。台北市教育局有信心会使应付考试防疫。如果在考试那一天，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所以大概我们觉得说，以目前这一部的感温仪，还有这个5站的这一个额温枪啊来做服务啊，应该可以让
考生来顺利来通关。公司教育局早起嘛头一件车辅导团入去各小校园，教师生使用线顶教学软体，因为疫情爆发到即嘛，为学校也未完全做好线顶教学的准备，都有在做准备啦。这个课程是局端里面算是自己开发的，所以这个稳定度也高，然后安全度更高。还蛮习惯的啊，就是要做什么，然后都看得很清楚。教育局统计，全市总共98间学校新生辅导，将协助因做好疫情停课的准备。但是偏向也是弱势学生厝内无电脑，教育局嘛有募集，到时阵会使送去学生厝内。记者黄家川、柯建顺、贾基文综合报道。地方公正校来看，伫北港妈祖庙附近有真侪店家是甲宗教信仰有关系。伫庙前有一间100年的古仔丁店，已经传到第5代啊，嘛准备要传到第6代。头家坚持用手工编古仔丁，希望传统的手艺继续流传。伫婚林的北港朝天宫头前，有一间100年的古仔丁店，店面看起来细细间，但是伊对清朝到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目前由第6代子孙换起来。我家的灯笼店到我是第5代，现在第6代准备接手破100了。我是尽量要把以前流传下来的东西保护好，做的有它的含义在。第5代头家林崇贤希望保存上古早的古仔丁做法，无论是用布做的，也是用纸糊的，全部拢是纯手工做的。用竹仔一支一支编出骨架，画笔一笔一笔轻轻画出图样，逐套手法拢真够工。过去古仔丁大部分是办喜丧事，也是宗教活动咧用的。不过对时代咧进步，少年头家利用网络拍出知名度，有真侪人来订传统古仔丁。有的伫顶头写店名，加做特别的扛棒；有的做成装置艺术。早期那时候的工作量大部分是以丧事的灯为主，那后来到我爸爸接手之后，所以外县市的客人会越来越多，做一些客制化的图案，就用途就比较广泛一点，就不一定局限在宗教用途。目前北港敢若剩一间传统古仔丁店，希望透过转型，唔但当甲古早的工艺保存落来，嘛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传统的古仔丁有无同款的风格，替传统产业开一条全新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国发展快速，国去美国上市捌互媒体正恶劣的咖啡业者瑞幸咖啡被验出栽培碰风做手，致使股价大落，即马佫要面对司法调查和集体诉讼。红叫做是小南北中国本土的咖啡的品牌瑞幸，2018年时阵创立，年底门市就已经有4900间，超过中国的星巴克。这个故事捌互媒体讲是中国的骄傲。毋过，承认栽培是假的一个消息了，向向变做是民族的见笑。瑞幸咖啡真紧就到美国上市，虽然2年多来亏损得要5亿，毋过也是会当说服人继续来投资。今年1月股价阁有50美金的观点，有中国网友就口说讲，瑞幸是伫美国的市场趁钱来补贴家己啉咖啡。There's a lot of unique aspects of the business plan, but I think all of these unicorns, they're all faced with the same problem in answering that burning question, how do we make money? 这种趁钱的方式无实际的效力，而且这个手法早就互华尔街的空头机构发现。因指控瑞幸为去年第3季就开始加磅订单，商品的数量佮营收的收入拢是假的。外界推测因态度会安尼变化，是因为代志无法度过暗藏，烦恼未来要接受美国证监会的调查，佮有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起诉，可能要面对上悬25档的刑期。另外，嘛有投资人集体求偿。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各地天气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北部、东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高温会超过30度，要注意防止曝伤。明仔东南部地区有小风发生的机会，也要注意，咱来做伙关心各地天气有无资料。北部地区是22到32度，在中部地区是23到33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4度。在东部地区是22度到31度。
这个外岛部分是19度到30度。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囡仔兄、囡仔姊上介意的蠓仔哥哥啦。咱人咧欢喜的时阵吼，拢会真自然就想要唱歌、跳舞。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囡仔唱的歌，囡仔歌。囡仔歌汉语写作囡仔歌。罗马里写作歌印印啊歌哇呱，印第2条啊第2条，呱第1条。囡仔人天真搁活骨，对青春的世界真好闲，啥物物件拢想要了解，就会创作真侪自由、声韵活跳、搁趣味的歌谣。这款歌谣拢是囡仔家己创作。伫因的世界咧流传呢，真正是讲的、唱的拢好听。亲像囡仔咧算放假仔时，就会哪算哪念。1放假，2放鸭，3分开，4烧塔，5打兴，6拍手，7围墙，8蒙片，9扣耳，10扣起。有一款囡仔歌内底，一个讲一个故事，像咧搬戏共款，有剧情，亲像。西北风直直落，真难伊要带某。这条西北河，甲咱人譬如做各种动物，大家甲这只鱼斗相共，完成伊的婚礼，亲像咱台湾人真善良，愿意甲人斗相共的精神。搁有。踮马甲，踮着脚，叫阿爸坐伫脚，伫脚裤啊滚烂烂，摇开囡仔流水烂。这条踮马甲嘛是咧讲一个囡仔去互踮马甲踮着脚，煞因为看到阿爸爬转来伫脚，怎啊袂记哩疼？有一句俗语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意思就是讲囡仔人莫黑白问大人的代志。准做有听到，嘛袂使黑白传。溜囡仔歌，活骨，好闲，放假啊！囡仔人有耳无喙。头拄仔甲大家介绍真侪囡仔歌，各位囡仔兄、囡仔姊会使学起来，唱互厝里的人听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收看咱的节目。